你哋有冇經歷一啲好震撼嘅租屋事件？唐樓大家樓齡明明係一樣，但係佢已經去到係啲鋼筋係外露出嚟啦，我都會心諗，我仲有幾多日命呢？係有一塊板咧就分間咗，喺上面係你瞓嘅空間啦，然後下面就係書台啊同埋凳嘅空間，咁我就覺得好誇張，因為幾乎係仲細過屋企自己個衣櫃咁樣。個價錢係點呢？當時係4500嗰間房咁樣，都要4500瞓個衣櫃，咁我瞓屋企衣櫃算啦。出面就係紅綠燈，燈佢叮叮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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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住下面啊街市啊，下面甚至啲人行過講嘢啊，都聽到晒，閂晒窗都冇用，根本就唔住得。咁我之前都試過揾一個係遠啲嘅地方，但係空間大啲嘅咁樣，例如善用喺巴士嘅時間先至會做我所有上網要做嘅嘢，係啦，因為咧巴士咧就有 WiFi 噶嘛，咁可能我喺通勤嘅時間都有1個鐘咁樣，咁我嗰陣時先至會去睇下 social media 啊，或者去聽。你自己最靚嘅數字係幾多分鐘嘅生活圈呢？應該係1小時，因為1小時內咧中間都係會有啲位俾自己有個 break 啦，可能由 A 點過去 B 點嘅時候有個空間 transit 由 A 身份去到 B 身份咁樣咯。OK， 係啦，即係由工作模去到一個朋友模咁樣。有啲問題咧，未必係你租嗰陣時遇到嘅，你咁就要睇翻份租約啦，因為呢個係簽咗名嘅。大家真係有咩冬瓜豆腐都係以翻嗰份嘢為重嘅。建議大家去清晰翻自己最重要嘅需要係啲乜嘢啦，即係會唔會你租一個地方係想揾一個地點係方便翻工嘅或者去讀書嘅咁樣，定係你會想揾一個大啲嘅空間，但係唔介意去搭遠啲嘅車咁樣。你要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同埋你亦都要知道自己可以選擇啲乜嘢。理想的生活，理想嘅家，你嘅最理想嘅生活圈。